为迎战第六届 WBSC 世界杯消棒比赛，21号开始连续3天，20位中华队员回到台南亚太国际训练中心。这场比赛嘛，将是国内疫情爆发以来第一场国际比赛，到时将来自世界11支国家代表队做回来车拼。其中，台南猎人国小柯志祥嘛入选回到高雄训练，就有信心将冠军留伫台湾。这里的环境在台中练这里好很多，因为这里的场地跟红土就是比较好，就是比较好踩，然后这个距离也刚刚好，比较可以知道自己可以打多远。上一届冠军留在台湾，所以说这一届我必须要更慎重、更小心的，也尽量把冠军留在台湾。7月29特别比赛最后冲刺阶段，其中吴伟霆伫体育局长甲体育总会理事长丁南陪同，嘛前来球场关心勉励。在7月29号开始的这个 U12棒球赛，大家都能够一展身手，能够顺利再把冠军杯再留下来。但是很重要的，压力不要太大，只要留下冠军杯就好。那希望大家多努力，我们台南市我们一定会全力来做各位的后援。开幕第一场比赛7月29暗时6点半，中华队将对阵意大利，欢迎全国球迷踊跃进场为台湾加油。台新闻郭永吉采访报道。